脑子敲打不停歇，能和自己对话，偏偏不懂说话。咖啡陪伴我左右，每分每秒加班够，心里怎么空空，希望有人能懂。工程师的日常，电脑前的模样，想要恋爱却茫然，有人在等候吗？看着朋友圈发呆，朋友约会我不来，工作为中心，爱情被搁在一边，终于决定放下，试着走出自己的框架，陌生却也期待，是否会擦出火花？工程师的日常，电脑前的模样。